青少年生涯探索號是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的重要方案之一，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詢中心委託離校協會來辦理。下午的開訓典禮包括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組長張靜瑩、教育局副局長楊志雄以及座位的貴賓攏到場出席，肯定專齡教育甲離校協會辦理青少年探索班的成果。非常感謝我們台南兒少哦，其實這麼多年來在支持我們15到18歲的青少年哦，來探索自己的生涯這件事情上，其實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哦。那這幾年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成果哦。那透過這個我們的這個輔導會談哈，還有團體式的生涯課程哦，然後以及這個職涯的一個探索工作的體驗的這個部分哦，協助很多對生涯迷茫的青少年找到自己的方向，不管是帶領他們就是回到學校繼續念書，或者是找到工作，或者是參加職業訓練等等的，都讓我们的青少年以後有更好的發展，能夠找到理想的自己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功德無量哦。非常感謝教育部青年署，他願意這樣長期以來補助地方政府來推動我們叫青少年探索號的計劃。那台南市的全人教育及兒少發展協會，從施俊君理事長開始，總會長開始，到我們施彬慧理事長接手，這樣已經超過18年了。18年來，他們這樣子一步一腳印，把課程、把輔導工作，還有這個職涯探索，都做得非常的精緻。離校協會理事長施彬慧表示，這項的計劃主要協助15至18歲高中畢業無升學、無就業的青少年。透過系統性的輔導，甲佇課程的設計，今年更加融入 AI 的課程，來陪伴因穩定的生活，並且規劃未來的方向。今年的話，我們持續有在辦理創新的課程，除了我們已經有規劃的是用學員的自我生命故事來去做一個成果的展現，包含說藝術的創作，然後一些分彩的創作、文字的書寫這樣的一個生命故事的創作之外呢，也讓大家可以社會大眾可以更知道說，這群青少年他們的生命的韌性是如何，以及說可以共同來關注這青少年之外，我們的剛才的楊副局長也有特別的期待的是說，我們在今年探索班的課程因應說新的科技的發展 ，AI 人工智慧的產生，那我們會把這個導入進來，除了是來去運用說可能未來的履歷撰寫、自我的面試的準備之外的話，也會再把 AI 的資訊工具也放進來。離校協會深耕青少年服務，今年已經滿22檔，主要協助非主流的青少年穩定就學、甲就業，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未來嘛將持續整合各界的資源，強化支持的系統，陪伴青少年穩定的生活，並且探索多元的發展可能性。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